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2日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是国庆连假上尾天，透早高速公路就北的车就真多，尤其是国道5号，因那天气是拢真好天真热。回台总部北树区的土地超未好势，台北市府明仔载是发函予新公征收，启动下议终止契约。以色列哈马斯正在执行第1阶段停火协议，加沙和平峰会明仔载会伫咧埃及举办。今仔日是国庆连假上尾天，透早这高速公路就北的车道真多，尤其是国道5号。因那是天气今仔日是真稳定，接落来这礼拜拢会真好天真热。气象署是预告，爱到19后礼拜东北季风来，才会明显变较凉。连假最后一日，上北车潮陆续出现，高公桥有高规制道外，国道交通量会到112万车公里，是平常时年平均的1.2倍。早起10点外，国道5号居然到头前路段车速已经落到40公里以下，公路上北被列为早起重点塞车路段，用路人爱加挂耐心。截至上午9点，国道5号北向雪隧的通过量次大约在7700辆次。跟112年同期相较而言，是有微幅的增加。上北车潮继续增加，高公桥提醒用路人爱提早出门，避开塞车路段。好在天气真好，回乡或者是上北拢无甲受影响。气象署预估未来1礼拜受后热会继续发挥，中昼过后可能有一寡零散落雨，暗过拢未伤过明显。上关温34到35度，一直到19度，入秋了后较明显的降温。倘若这个冷空气是比较显著一点。因为现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都还是有机会来到34至35度。那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比较骤降的一个情况发生。那我们预期这波冷空气大致是以东北季风的一个等级为主。19开始，带有明显冷空气的东北季风豆豆增强路南，到时阵各地关分会明显降低，秋气也更较明显，早晚温度偏低。另外，到10月底，海面上是不是有热带扰动发展，甚至甲东北季风产生强反效应？目前还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回答本地是乡村北树区 T17、18土地要起总部，不过说是一直超未好势。台北市府今仔日早起就宣布讲，明仔载会发函予新公征收，启动下议即终止契约。因那新公征收烦恼的背信，也有解约金的问题，副市长李树川是讲，会甲新公坐落来好好协商。昨日早起，台北市政府在国局处召开记者会，对回答进驻北树区起条例。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出回答上佳意的合作方案。回答唯一要 T17、18的方案，就是市政府能够合议解约。那完了以后，按照这个内政部准许我们修改办法，那这个地回到台北市政府以后，我们就直接转移给这个设定给辉达。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依照台北市府当初甲新秀的契约，必须起好建物才会使移转。不过新秀希望土地直接移转，虽然新秀已经得标3年外，也毋过拢无起任何建物。那直接甲土地移转，可能会互公务员有道理的嫌疑。所以台北市府公务员一定爱依法行政。也若新公人寿董事长为保生所烦恼的背信问题，台北市府讲拢会使理解。按照不会被质疑背信的条件送到我们市政府来，那这样我们才有具体的这个方案，才能坐下来谈。如果这个方案是这个合理的，我想市政府一定会编列预算送议会审查。我们乐观其成，我们希望有关系的各方面都不要在媒体上隔空放话。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不管是民间，不管是台北市政府，我们都能够坐下来，怎么样大家来齐心协力的把辉达留下来，因为这个对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解约金额，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新收初估是107亿，不过双方愿使协商。也若备案T12基地，北市府搁再讲整合无问题，也已经甲方案甲其他的土地选项提供予辉达来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看，咱的国军又搁逼出有中国的间谍。
是有一个去互开除的前海军姓林的上兵，是去互中共的特工吸收去。伫咧中间线小解现役姓蔡的海军，互中共的特工熟悉。这个姓蔡的海军收3.8万，就甲这雄击飞弹机密泄露互中国，2个人拢去互地检署起诉。今年7月汉光演习，总统赖清德去海军海防大队战术基地巡视，现场部署兄弟泛滥飞弹，家己摆出来向山顶停型飞弹，呈现咱峰会战略。不过最近却传出海防大队有士兵互中共吸收。海防大队姓林上兵自2021年伫遐区内底跋筊做到态度了后，第一交由软体熟悉化名锁定的中共情报人员，佮做中间人介绍过去军中生出来同事熟悉对方，提供军中资料，强调级别顶级女官报酬女官，伊到伫2023年陆续用手机翕向其飞弹发射车的放列阵地粗现交换飞弹车操作手册甲列配锁定资料，趁3.8万检调接调证资料后，台中地检署依照违背部收受贿赂罪将起诉，现在10个人是砍下国安法做了羁押起诉。对于这些少数的不良分子伤害国军名誉、影响国家安全，我们深恶痛绝。我们希望司法检调给予最重的惩治经过国防部政治局审核认定，这出10个人泄露测试军中一般件属于国军内部公务资讯，无对外公开。不过学者认为，若泛滥飞弹机动部锁定苏教原则，互强军结合，依然会对国防安全造成不实影响。等于让敌人、让中共了解你未来的海锋大队的雄2飞弹，如果要机动部署你有相关的什么样的程序你甚至你的路线。或者是你部署地点的选择等等，它可以用这个飞弹、远程火箭，或者是透过第5纵队的方式，就预先埋伏跟破坏。学者指出，就算非机密资料，国军依然爱严肃面对，思考是不是调整路线选择等内容更较悬的级别，或是针对相关资料泄露制定更较严格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10月18要选党主席，即阵伫网络顶所受 AI 做的假影片，散布候选人霍龙斌甲议员刘彩薇烧金的假影像。刘彩薇今仔日已经正式报案，赵少康是指控讲这是中国出手的。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呼吁党内要团结，也若是民进党嘛趁机会发声，呼吁要爱推动这反渗透法等等的国安法案。随国民党主席选举激烈化，出现网军用 AI 制作影片，甚至出现候选人霍良斌甲台北市议员刘彩薇蓝地金的画面伫网络散布。经过甲团队律师讨论，刘彩薇在日正式报案。侮辱性，而且是用这样子来介选的一个行为 ，AI 变造的一个方式。其实过去我已经不是第一位受害者，绝对不会容许背后的引武者、背后的那一只黑手。也啦，见到拿发起人赵少康直接指明是中国介选，强调已经是国安的问题，台湾的国安单位应该彻查。不过霍良斌只是表示是境外势力介入，不愿意明确来指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呼吁团结。希望这个党主席的选举，我们6位候选人让国民党更团结，让国民党更强。我们国民党最重视的就是国家安全我一再强调，国家安全是不分党派的。看到非常多的假账号、假 IP。都是在3个礼拜前成立，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是事实。民进党是讲中国长期介入台湾选举的行为早就真多，不是新闻也呼吁条约应该到底来共同防堵中国各种渗透甲威胁。知影代志大条了，那就请国民党立院党团跟着民进党一起来推动反渗透、反介选的相关国安法案，不要再挡。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讲，当政党内部选举拢会使用大规模来干预，未来国家层级的选举面临的挑战会更加严重。那政治人物一般民众也可能成为受害者，要赶紧建立防范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签署头一阶段的停火协议，自这协议生效到今这2日已经有50万人返去加沙。经过长时间猛烈的轰炸甲战火，原本的家园早就是一片绿苍苍。停火协议生效了后，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巴勒斯坦人炸简单的行李，返去甲拍远的家园。والله تعبنا كثير والحمد لله لقيت اهلنا راجعين على غزة。
加沙走廊民防机构指出，为70天火成效以来，已经超过50万人登去加沙市。不过对居民来讲，厝早就已经是外国市stra中间的考验才大开始。ولا بندري وين ضارنا ولا بنعلم كلها رمل بس ركام كلها يا خالد。停火协议大项内容包含以色列应该释放250个巴勒斯坦犯人，甲伫战争期间被掠1700多个加沙居民。哈马斯爱伫上班72点钟交出村的48个以色列人质无论生死，所剩的以色列人伫特拉维夫的街路庆祝。2 years we are waiting for this day, for this moment. It's very, very exciting us. All of us feel happy for the family, for the hostages. That's finally, we hope, finally we will see him. 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为自2023年10月初7以下战争以来，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数已经到67682人，也有17万人受伤。高算即马每日有数百台卡车进入加沙，运送食物加医疗援助。记者综合报道。加沙和平峰会明仔载会伫咧埃及举办，包含美国总统川、埃及的总统塞西等20外国领袖会出席。目前这以下是当咧执行第1阶段停火协议，伫咧美军的监督之下，以色列已经甲部队摕到协议划定的界线。因那哈马斯是72点钟内爱甲48个以色列的人质拢总放回去，按算是当地礼拜暗会开始放人。埃及的红海度假城市沙姆沙伊号，真侪国家的国旗升起来。这场由埃及主办的加沙和平峰会，要伫13当地时间下晡来举行。全球侪国见证加沙和平协议的正式签署。当地和平广场20外参与国家的国旗也已经升起来。负责维安的直升机一直伫空中巡逻。除了主人埃及总统塞西甲川普，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甲法国这国家领袖拢会出席。متأكد إن بوصولكم سيد متكوف سيد كريشنر بفض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ودعم رئيس ترامب اللي احنا بنقدره ومتأكدين من قدراته على إحلال السلام 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إن هتصلوا إلى اتفاق يسعدنا ويعني يوقف حرب بقالها سنتين. 结束以下2年战争的第1阶段和平方案，以色列甲哈马斯拢同意啊。到以色列监督特军甲换任职的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军队，即阵已经确认以军完成第1阶段特军，准就等哈马斯释放48名人质。这内底有20人意外换掉咧，28人已经死亡。根据美联社报道，上早可能会对当地礼拜暗时开始来进行。And as you know, on Monday the hostages come back. They're getting them now. I mean. 这是2023年以下战争爆发以来，双方头一摆出现的正式停火机会。不过，8月伫埃及的这场岛国和平峰会，哈马斯并未出席。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巴德兰已经向法新社证实这点。原因是进行的谈判，哈马斯拢是经由卡达甲埃及来进行，毋是甲以色列直接对话。也若这也为加沙的永久和平增加一寡变数。因为线内和平计划第2阶段是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不过哈马斯一向拢表示讲这是无可能，也无这个谈判的可能性。就伫埃及和平峰会举办的进前，主办地红海度假城市沙姆沙伊号确实传出一层死亡的车祸，有3名卡达外交官死亡，2个人受伤。将议员无清楚这批外交官是毋是协助促成第1阶段和平协议的卡达谈判人员。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转来看咱国内消息，台北市有一寡巷仔在路面有这款空色的区域，真侪人拢真好奇讲，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交通局就出面解释讲，这是咧提醒汽机车的驾驶，你要到行人的优先区啊，时速是袂当超过30公里，嘛袂使二喇叭，若是超速，相当会当罚3万元。汽车一台刷一台驶过这个巷仔，现场的车流袂少，这是伫台北市的嘉兴街216巷。不过，设立个巷仔进前，涂骹确实有无同的设置。大概就是美化吧，真的还不晓得。那是注意有行人穿越道的部分吧。巷仔口涂骹的路面有哪些旧色的，到底是什么用途呢？为少人看到到底是不飒飒。
台北市交通局讲，背后设计意义是提醒赛车人，即要来到过路人优先区，时速袂使超过30公里，而且袂使骑喇叭。没有宣导的话，根本就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只是觉得好看而已啊。在地上写30比较好嘛，对不对？路口意向，我们现在目前台北市是用蓝色区块，里面我们也会设置一些相关的减速垫、减速坡道，亲近这些我们所谓的生活巷弄的时候，可以作为减速。那嘉兴里这个所在已经铺设好啊，交通局讲包含龙山里、高雄里这做邻里，共组的四大生活区，过路人优先区也全面在进行。由交通主政局处规划行人友善区。若有超速或违反相关交通法令规定，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裁罚。尽管伫过路人优先区车辆违规超速，依法会罚上悬36000块，因为现场无固定的测速翕相，全部区警方无定期出地，是毋是法度互车辆有效降速？另外爱看后续实施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昨天台东的东海公路成功定置电路段，竟然是有一个负责人倒伫咧路中，真危险，已经影响到交通。消防局到现场，这负责人讲伊是心情歹，才会敲119叫人来。亲像这款无属于急难救助、滥用资源的报案电话，台东县的消防局今年是已经接到9000多通，甚至还有这2岁囡仔一暝就敲80多通。这款行为，毋但是会去影响到真正有需要的救援任务，上当可爱食5万块的罚单。帮你挡车。连续假期，东海公路车济车閘伫成功岭支电路段发现一个负责人倒伫车路，结果是负责人心情不好，敲119电话叫救护车，所影响交通。然后经前往评估，发现该名患者为经常叫救护车之常客。那该名患者表示，今天他生日，心情不好，因为没有人帮他庆生。台东县消防局统计，亲像安尼无效报案的电话，今年到即马已经有9410件，造成救难人员4个遭撞，其中上特殊的，还有一个差不多2岁囡仔，一暗道连续敲80多通119电话，亲像咧找人练讲话共款，互当地人员接电话接袂线，也影响正常救援勤务。喂，你好。听声音大概2岁了，有持续的拨那个119电话进线这样子，大概拨了80多通。消防局表示，经销救难救护人员会把黄金救援时间拼命赶到现场，若是无效报案的电话，会消耗救难人员体力，呼吁民众毋通胡白敲119电话，家长爱约束未成年人这种行为，无缘无故敲119电话，依照消防法应罚1万以上5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民间乡反分化路自救会，也有环保团体，今仔日早起是去世界第一博览会来抗议。因是表示讲，国庆迄暗放烟火都已经规个硬蓬蓬，证明讲当地环境烟是透袂出去的。反对政府阁继续推动基本素文化场。烟火伫鸟路溪边放，未少人来欣赏。不过因为当暗空气扩散条件无好，现场拢是乌烟，事后引起民众怨言。民间乡反分化路自救会也有环保团体12夜到地铺会场边抗议，因为烟火状况就证明南投的地理甲气象条件就是扩散困难。那政府一定要伫民间区分化路控会影响民间第三业经济。我们在南投这边，在这个空污扩散大概是全台湾最困难的地方，还要释放更大量的烟火，4万多发。焚化炉盖下去之后，不是解决垃圾问题，是我们的秃头问题，健康也出了问题。然后我们的经济的茶叶、好山好水都消失了，那你觉得值得吗？不过，这摆抗议活动无申请警方也到场夜班的经过。邀请南投生活电检工作室陈荣先。好，姐妹，我们来这边我们的在地的。烟火烟雾伫空中滞留无线，南投县府表示是因为地势低加上风势弱，才会造成部分地区拢是烟。不过分化路选址甲烟火放的地点相关条件完全不同，并提来评论。国庆烟火的部分，因为东北地方比较弱，而且释放地点又是在这个市中心的区域，的确风速会比较小哦。那其实我们这次焚化炉选的场址是在浊水溪的河畔，所以那个空间基本上跟市区没有办法相比啦。那相关的扩散条件也会比市区来得好很多。
环保局也强调，放烟火会互不完全燃烧状况才会产生烟。不过焚化炉未排放烟相关废气处理也拢会符合法规。不过对南投县会讲法，自救会无法度接受，会继续反对去焚化炉。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山野季已经过啊，加上气候影响，地处这凯德山野减产，价格即阵是达斤150至170。实际去这果菜市场看，这款若是讲确实咧要断货啊，到时阵可能是有钱嘛，食无。金门市嘅山野冰拍底铺上现青的凯特山野，佮南瓜牛年糕掺一球冰淇淋，山野冰就做好势啊！即款是台南玉井招牌冰品，不过因为今年山野受到气候影响，地处减产，山野冰恐惊连年就要食袂到啊！那拢全部都没有新鲜的，我们就是用冷冻的艾文。我们有准备起来。其他就是玉井农会几个冰店，叫附近老牌店家早着四界咧抢货，加上山野季已经过啊，头家讲说落来干来当摕冷冻的出来用。一定会有那个成本的压力啊，而且那个有的都下去就坏掉了，因为那个芒果萎了啊，很多都坏掉了啊。那你一斤150来讲的话，我们估价是在差不多180，不会以150算，你要扣掉那些坏的。因为现在凯特像那个一粒就要将近2斤，1颗就要300，啊，坏掉300块就不见了。目前玉井家的山野冰用的拢是凯特山野，若是这行一抓玉井果菜市场，即摆虽然凯特山野特别断货。即批未用完啊，系啊，这是做法甲够有诶，无啊无啊。冷冻山野的口感甲果子的香味滋味，掺现青的加减也是有差别。像台南市区真出名的冰店，因为买袂到现青的山野，只好改买即阵当钓时的果子塔来卖。所以我们就直接换地。会有秋天的水果，以番茄啊、西瓜或葡萄会以为基础，那之后就会等候那个大湖新鲜的草莓做冰这样子。除了凯特以外，因为即卖现阶段的四季山野赶快出现供货量无够的状况，减价估算月底了后，现青的山野会出现断层。目前山野冰就是食一碗减一碗，月底了后恐惊就算有钱嘛食袂到啊！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南投县清北溪寿天宫现天上帝进香旗，去互县府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为着传承文化，寿天宫今日是举办全台语学堂，小解进香，也佫有桥班团的文化。除了是要培养文化志工，嘛招这有兴趣的民众到认真捌因的方式。学员讲三通过，不少人拢是头摆体验。这是南投民间的寿天宫举办的进香旗文化全台语学堂。连续2天的课程，除了讲到林松文甲清北溪的关系，清北溪进香文化等等，也有实际操作。亲像冬义堂武术甲赛阵，桥班团文化才会体验。1、2、3，安尼就好啊。伫遐扛桥扛到实在是足辛苦的，我才知影即马桥班真是辛苦。写一寡甲咱台湾文化、甲咱的历史有关的一本册，我就是要甲这种基心啊、道术、法术有关的这样文化，拢写出来。咱林松文伫咱清北溪发生什么代志？因为伫咱清北溪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点哦。为18世纪来讲，过来19世纪，过境脉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在。寿天宫表示，照传统，无论是念书文、礼仪停税进行，拢爱讲台语。不过，即卖有一寡进香团煞是讲华语，因此即个活动特别要求，无论是讲师也是学员，拢爱用台语来深化甲进香旗民俗文化相关的知识。即届即个活动内底，伊感觉有兴趣，未来嘛会使就去煽动着即个南投县的即种伝統文化的傳承。用華語來講，迄個氛圍、迄個氣氛甲感覺完全攏無共款去。咱嘛用着大部分人用台語來對即個文化資產來做探討。除了即届扛大橋甲爬山通過，政治體課程嘛有辦當機大練班、手橋班才體驗。壽天宮強調，透過課程也希望未來文化志工攏會當用台語。佇進香期期間，為信徒做文化資產導覽的服務。記者邢平儀南投報道。下半部的天氣變化，來看各縣市的詳細資料。北部地區28度到35度。中部地區28度到34度，
南部地区30度到34度，东部地区28度到32度，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